李澤楷豪擲2億為梁洛施贖身，點知最後卻分手收場，外界都話係我棒打鴛鴦，真相到底係點？5秒話你知。第一次聽到梁洛施呢3個字，仲係同哥同我閒聊時提起嘅。其實佢哋2個都係楊紫瓊牽嘅線。07年，澤楷去盜墓迷城3片場探楊紫瓊嘅班，一眼就看中咗當時先至19歲嘅梁洛施。佢哋拍拖先至2個月，雖然年紀相差22歲。但梁洛施就係中意澤楷成熟有才華，見識廣，話同佢喺一齊令佢眼界大開。澤楷亦都好錫佢，教梁洛施同佢媽媽買股票，短短2個月就賺咗7位數，喺生活上俾咗佢哋好大嘅支持。梁洛施嘅原生家庭確實好坎坷，佢媽媽嘅感情經歷同佢簡直係一個樣，佢老豆係澳門名門恩里基家族富二代，同佢媽媽喺澳門相識，一見鍾情之後就有咗梁洛施。只不過梁洛施出世冇幾耐，佢老豆就因為意外離世咗。佢爺爺奶奶並冇因為佢嘅出生而開心，根本唔接受佢同佢媽媽嘅存在，亦都唔認可佢哋嘅身份，好狠心咁將母女2人趕咗出門。之後梁媽媽要喺賭場打工謀生，梁洛施就無人看管，亦都無心向學。12歲嘅時候被星探發現，13歲就入咗娛樂圈。因為當時梁洛施仲未成年，就由佢媽媽代表同英皇簽下咗為期18年嘅合約。後來澤楷為咗幫梁洛施贖身，等佢可以提早同英皇解約，願意斥資超過1億，但英皇始終唔放人。澤楷為咗佢不惜組建律師團，準備同英皇對簿公堂。據講當時澤楷仲打算使2億打呢場官司。我見事情鬧得越嚟越大，曾經託好友鄭裕彤出面勸解，叫個仔顧及自己嘅身份，唔好將事情鬧到無法收場。因為我同楊受成同屬潮州老鄉，仲同佢父母相識。早年英皇搞晚宴，我都有親身到場祝賀，算係有幾分交情。